为什么说中山是文化多元城市？我来你们中山那边读书好不习惯啊，真是那人生地不熟，去邊度噶？新疆的呀！哇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好懷念那時候的大草原嘅蒙古包。喂，蒙古包啊！咁你嚟後頭讀書啦。蒙古包跟豪頭有什麼關係？咁人哋真係有蒙古包噶，不過人哋透明嘅啫。它也不是正宗的蒙古包呀。哎，我還有一個西藏的朋友，他也來中山讀，叫佢哋實驗讀書啦。實驗咋啦？實驗人好牛啊！妖，你真係唔明嘅真係。實驗對西藏生好好嘅，又開設西藏班，又有西藏生活動，每年水果啊補貼，令到手軟啊！真係除咗放假翻唔到屋企，邊樣好啊？真的假的？中山市包容性這麼好的嗎？梗係啦，其中仲有中美混血先嘅，咪點叫多元化城市啊？那我還有一個朋友，他陝西的，陝西你沒辦法了吧？咁又好似真係冇乜學校係有陝西特色嘅喎。哎，就說吧，他陝西鳳山的，咁係要佢哋一中啦。這跟二中又有什麼關係啊？因為一中都有鳳山部噶嘛，不過一年翻唔到幾次學期啫。其實都唔得，去龍山都得噶。跟龍山係有關係，咁陝西的確係革命老區嚟噶，而龍山呢啱啱好符合咗老